英國媒體披露，中共秘密購買黃金，實際購買黃金嘅數量係官方數字嘅10倍。中國經濟全面下跌，三大指數齊齊跌。中共前財長警告，樓市低迷會拖冧中國經濟，通縮壓力全面加劇。川普打算削減關稅，達成貿易新協議，舒緩美國物價壓力。中共戰狼外交反而促進台灣日本結盟。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財經世界。我哋首先嚟睇一個快訊，最新嘅消息話，美國副總統曼斯喺接受霍士訪問嘅時候表示，2028年佢冇權獲得共和黨嘅提名。曼斯話，有人問我，你覺得盧比奧係咪我嘅競爭對手？曼斯話，首先我哋邊個參選，邊個都冇資格獲得提名。盧比奧係我嘅同事，我嘅戰友，到時候再講啦。下邊我哋嚟關注中共喺度偷偷咁購買黃金。英國金融時報11月14號報道，多位分析人士指出，中共未公開嘅黃金購買量可能高達官方數字嘅10倍，因為中國正喺度靜靜咁嘗試減少對美元嘅依賴。報道指出，中共嘅秘密購金行動係推動金價飆升嘅重要原因之一，令到全球市場對金價嘅走勢判斷更加困難。但係根據中共央行公開嘅數據，今年每月僅係增持1到2噸嘅黃金。但法國嘅興業銀行根據貿易資料估計，中方實際嘅入口量可能高達250噸，佔全球央行需求嘅1/3。多位交易員同埋分析師表示，呢啲未申報嘅購買黃金行為，令到金價嘅升幅更難以追蹤。海雷集團嘅首席策略師柯瑞指出，中共買黃金嘅目的係降低對美元資產嘅依賴。不過佢亦都承認，外界幾乎冇辦法追蹤呢啲黃金嘅流向。柯瑞話：呢個唔似石油，你可以用衛星進行追蹤，但係黃金唔可以，根本冇辦法知道呢啲黃金去咗邊度。日本金銀市場協會理事池水雄一表示，今年人哋真係唔係好相信官方嘅數據，特別係關於中國嘅數據。佢認為，中國目前嘅黃金儲備接近5000噸，係中共公開報告數量嘅2倍。世界黃金協會數據顯示，過去嘅10年，各國嘅央行持黃金嘅比例從10%升到26%，成為僅次於美元嘅全球第2大儲備資產。但係最近嘅一個季度，官方購買量僅係公開報告咗大約1/3。而4年前呢個比例大約係90%。喺中共被披露暗中囤積黃金，試圖以黃金對沖美元風險嘅同時，國內經濟就陷入咗全面嘅降溫。最新嘅數據顯示，10月份3大經濟指標同步下滑，工業、消費同投資全面疲弱，樓市再度走低。中共自己最新公布嘅數據顯示，經濟降溫嘅幅度超出咗預期。10月工業生產、零售銷售同埋固定資產投資3大指標全數創超過1年嘅低位，樓價仍然持續下跌，顯示中共經濟嘅動能進一步衰退。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10月份一啲規模以上嘅工業增加值年增4.9%，遠遠低於9月嘅6.5%。零售銷售年增2.9%，創去年8月以嚟嘅新低。固定嘅資產投資前10個月年減1.7%，跌幅高過市場嘅預期，凸顯咗內需疲弱。樓市方面低迷未止，匯豐同 ING 嘅分析師就警告，出口增長難以持續，如果冇重大嘅刺激措施，消費同投資恐怕會繼續下滑。令人意外嘅係，中國嘅汽車銷售連續增長8個月嘅動能突然間停止，即使政府補貼同埋關稅優惠仲喺度，市場嘅需求依舊低迷。分析認為，雙11促銷提前啟動，但係消費者嘅信心不足，
降價嘅刺激效果有限。經濟學家普遍認為，內需放緩已經成為中共經濟最大嘅隱患。如果冇實質嘅刺激措施，出年嘅經濟復甦前景堪憂。觀眾朋友，睇到上邊嘅數據，你認為中國嘅通縮同房地產嘅關係有幾密切呢？房地產嘅危機會唔會加劇通縮呢？歡迎分享你嘅觀點。下邊同大家分享一個護眼嘅產品。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同我咁，日日都對住 mon 睇新聞。咁你對眼有冇覺得好攰、脹痛，甚至有時攰到對眼都撐唔開呢？我非常可以理解呢種感受，視線模糊、眼乾又脹又痛。今日呢，我就推薦一款非常好嘅護眼產品——健康520嘅潤眼寶俾大家。佢係由葉黃素、玻尿酸鈉、花青素呢啲天然嘅營養成分製成，能夠幫助你由內到外舒緩眼乾同埋疲勞嘅問題，令你嘅雙眼水潤清亮。如果你想擺脫眼睛疲勞、乾澀嘅問題，不妨登入健康520官方網站了解多啲啦。彭博社星期五最新報道話，中國前財政部長劉繼偉警告話，中國嘅房地產市場低迷將會持續，並會進一步加重通縮壓力。佢呼籲推出更多嘅刺激措施嚟到支撐經濟增長。劉繼偉2013年到2016年擔任中國財政部長，以敢言著稱。佢指出，樓價持續下跌，使到家庭對未來失去信心，導致消費疲弱，並且放大通縮壓力。佢直言，房地產危機嘅影響可能延續多年。自2021年樓市泡沫破裂以嚟，市場仲未觸底，樓價跌勢喺2024年底進一步惡化。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，10月份70個城市嘅新建住宅價格較上個月下跌0.45%，二手樓跌咗0.66%，都創下咗1年幾嚟最大嘅降幅。固定資產投資前10個月年減1.7%，係歷年同期最大嘅跌幅，顯示樓市同基建都陷入低迷。劉繼偉強調，通縮表明中共經濟正陷入咗供大於求、需求萎縮嘅惡性循環。彭博社報導指出，企業虧損比例已經達到25年嚟嘅最高，顯示經濟壓力正喺度加劇。但係佢淡化咗全面爆發金融危機嘅可能性。佢建議政府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嚟到刺激消費，並喺恰當嘅時機推動全國房地產稅嘅改革。稱呢一項改革已經停滯長達12年，但係呢一個係佢嘅建議，有冇效果？中共會唔會咁做？呢啲都係未知數。咁稍後我哋嚟睇睇中國房地產嘅數據。中國國家統計局星期五公布嘅數據表明，中國樓價跌勢喺10月份進一步惡化，傳統銷售旺季所謂嘅金九銀十以疲弱嘅表現收尾，出現樓價13個月嚟最快嘅跌幅。近期嘅放寬措施未能夠令到低迷嘅房地產市場復興，中國長達4年嘅房地產低迷持續拖累經濟。星期五公布嘅數據仲顯示，消費錄得4年嚟最長嘅放緩期，持續嘅樓價下跌令到置業者卻步。佢哋擔心房地產作為財富儲存嘅方式唔可靠。經濟學家指出，房地產低迷持續4年，賣唔出嘅樓仲係好多，供求平衡恐怕需要1年半先至可以恢復。花旗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徐向榮表示，樓市仲未觸底。收入停滯同埋城鎮化嘅放緩，使到刺激嘅政策難見成效。地方政府因為土地收入下滑，相繼加碼救市嘅措施，包括降低首期嘅支付、放寬限制買樓，同時下調貸款嘅利率。但係市場嘅信心依舊低迷，多家房企嘅融資受到限制，交房嘅壓力加大。3、4線嘅城市儲備創10年嘅新高。有分析指出，房地產已經係由投資品轉向成居住性質，市場進入咗弱復興。
長期調整嘅階段。經濟學家普遍認為，如果中國嘅房地產市場持續承壓，可能進一步影響消費支出、地方財政同金融機構資產嘅質量，咁就對整體嘅經濟形成更廣泛嘅拖累。之前，川普總統表示打算削減關稅，降低咖啡嘅價格，咁進展點樣呢？係咪只有咖啡？彭博社報導，川普打算大幅削減關稅，以應對高昂嘅食品價格，並且達成咗一系列新嘅貿易協議，包括同阿根廷、危地馬拉、薩爾瓦多同埋厄瓜多爾嘅框架協議，降低牛肉、香蕉同咖啡豆等入口產品嘅關稅，以期解決民眾對商品價格嘅擔心。上個星期，民主黨喺多個嘅關鍵州同地方選舉裏邊取得勝利，候選人喺選舉裏邊強調咗民眾對生活成本嘅擔心。之後，美國政府採取咗一系列嘅措施。星期四公佈嘅同拉丁美洲國家嘅貿易協議，將會降低牛肉、香蕉同咖啡等常見食品嘅關稅同貿易壁壘，目的係降低多年嚟一直困擾美國民眾嘅食品雜貨支出。另外，川普同其他高級政府官員已經預告將會擴大關稅豁免嘅範圍，全面降低熱門食品嘅關稅。白宮嘅官員指出，框架協議將會喺2個星期之內完成，預計將會豁免特定嘅產品，而唔係降低現有嘅互惠關稅。呢位官員補充話，白宮希望零售商同批發商將任何優惠轉讓俾美國消費者。同阿根廷達成嘅協議最受關注，雙方將會互相開放市場，美國提供醫藥、化工、機械同資訊產品嘅出口便利，同時放寬牛肉入口以舒緩物價壓力。呢個舉動雖然引發咗牧場主嘅反彈，但係川普政府表示將會擴大國內放牧嘅面積，支持本土肉類嘅產業。白宮強調，新嘅協議體現靈活多元嘅貿易策略，亦有助於鞏固同拉丁美洲盟友嘅關係。分析認為，呢系列降低關稅同埋開放措施，目的係降低食品價格，刺激貿易，同時修補民意對政府忽視物價問題嘅不滿。北京推住日本、台灣雙向而行，中共強硬外交反而促進台灣、日本結盟。最近中日外交爭端升級，發展到咩程度呢？我哋嚟睇睇。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期間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開同台灣前總統府資政林信義會面，並且係一齊影相，引發咗北京強烈不滿。中共指責日本曾經長期殖民台灣，喺台灣問題上邊負有歷史嘅罪責，要求東京謹言慎行。不過高市隨後喺國會強調，台灣有事就係日本有事，如果發生武力衝突，日本可能會進入存亡危機嘅事態，自衛隊可行使集體自衛權。中共駐大阪總領事以侮辱性嘅言辭威脅要斬斷高市條頸，引爆咗日方強烈嘅抗議。呢場外交風波凸顯咗北京將反日同反台獨綁埋一齊，反而令到日本同台灣安全合作更加緊密。有學者指出，過去日本親中派顧忌北京而壓抑歷史嘅連接，而家中國威脅反而促使日本重新思考台海戰略。近日日本台灣互動頻繁，2021年日本率先支援台灣免疫針，台灣就回贈311賑災捐款，都體現咗雙邊嘅民意真實情感。從安倍到高市，日本明確強調第一島鏈防衛嘅重要性。川普上個月底同高市會晤嘅時候就表態，台灣就係台灣，並且保證美方嘅支援，加強日本、美國喺印太防線嘅協調。分析認為，中共嘅強硬外交反而推動日台關係加深。當美國降低喺西太平洋嘅戰略負擔，日本勢必承擔更多地區安全責任。
如果美國棄台論最終演變成為日本承擔論，印太局勢將會出現新嘅地緣轉折。觀眾朋友，財經世界嘅報道今日就到呢度啦，請你記得點讚、訂閱同埋轉發，多謝你嘅支持。我係欣彤，再見。